后来咱继续来看这个英国开始来自翡翠药厂所出产的新冠病毒的预防剂。到目前为止，有2个接种者出现着不良的反应。这个英国医药监管机构来建议讲，若是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人，无应该注射疫苗。咱台湾的感染专家讲，注疫苗是毋是会严重来过敏，事先无法度知影，是来建议讲，民众若本地就知影家己的药物来过敏，那呢就唔通注新冠病毒的预防剂。英国各地伫12月7日正式开始注新冠病毒的预防剂，不过注的时间较无72点钟，就出现2个案例有过敏反应的通报。针对疫苗安全性出现顾虑，嘛互不少人真烦恼。过敏性反应是没有办法借由他的个人的以前的就医史，或者是说他做什么检测就可以知道，他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才会说不管是打任何疫苗，最好都是在接种单位观察30分钟。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国外的相关的施打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不管不良反应或者是不良事件的通报。专家强调讲，嘛是爱看过敏源，若是一般的过敏，应该是无需要伤紧张，唔若注意用下有顾虑。有关确诊的浙江大商指挥中心初步的判断，本土感染的几率真低。本土的数据显示，本土没有感染的病毒。本土既然没有病毒，怎么会有本土感染？这个是逻辑上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症状发作的时刻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入境12天之后？这个有时候有问题，有的时候你一开始在12天之前有一些轻微的症状，他不认为他有生病。医生认为讲，可能是伫交通的过程中被喂到的，应该毋是本土的感染个案。也不针对浙江大商感染源伫倒位，目前佫需要进一步的追查。